你係咪何先生嘅仔力王？你係？我係善鬼叔叔。你個名本來叫做阿力啊，但係你7、8歲嘅時候就已經好似隻牛咁大力，所以我就索性叫你做力王。小時了了，大個咗唔知會點。大個咗當然更加厲害啦。哦，咁俾叔叔見識下。好啊。叔叔，我嚟啦！叔叔，力王大個咗仲係一鋪牛力啫喎。哦，叔叔識氣功。叔叔，我想學氣功，可以鋤強扶弱，做個俠士。練氣功先要氣順調和。硬氣功係將人體裏邊嘅氣量凝聚，再化成一股無可估計嘅力量，對抗外來嘅侵犯。氣力凝聚就要運送自如，你用左手右手、左腳右腳將呢塊石碑打爛，你睇住。而家要練習4兩搏千斤。力王，你要識得卸力啊！力王，氣功係越強越強嘅，你試下。好。